Hello， 大家好啊！Ivan 帶你玩啊！今日 Ivan 闊年1年之後嚟到香港啦，而家準備搭車去尖沙咀啦。如果有去香港旅程有興趣，請關注我啦。主要都係會用廣東話嘅，因為第一擺試下用呢個短視頻嘅方式分享啊。YouTube 嘅話就長片就冇咩時間剪啦，睇下效果會點啊！我準備搭 A21去尖沙咀，俾你睇一下香港嘅巴士站。今日嘅天氣都唔錯啊！今晚香港嘅天氣有啲涼啊，19度，好涼爽，亦都唔需要着得太厚啊。香港嘅酒店就出名細㗎啦。去到尖沙咀帶大家睇下我嘅酒店究竟係點啊！我哋坐呢個 A21啊，又有巴士，有架俾你擠行李啊！陸續好多人上車。我哋到咗啦，尖沙咀金馬倫道啊！而家我哋要揾我哋嘅酒店啊！第一次嚟香港啊，真係好多人，人來人往啊！企多一陣喺度都覺得阻住條街啊！呢度啲人好急好繁忙啊！我哋揾我哋嘅酒店先啦。我哋嚟到啦，就喺呢個大廈入邊，係一間賓館嚟嘅。唔知咩大廈啊，唔識講係咁。哇！一入個電梯度感受到個香港嘅細啊！呢個好復古嘅電梯啊，即係好似港劇入邊嘅電梯啊，7樓啊！呢間美亞旅館啊，我哋到啦。哇！一眼睇晒啦，香港嘅賓館，細細地一張床，有窗啦，有廁所，普普通通啦，瞓覺嘅話可以咯。嚟到香港第一餐，我哋決定嚟食大快活啊！香港人嘅飯堂啊，聽講個食物平靚正，我入去睇下有咩好食啊！而香港第一餐咧，你要食進去呢個係餐蛋麵，呢個係三寶飯、雞翼、叉燒，仲有一個係乜嘢？呢個唔知係咩嚟㗎？有糯米飯、碗仔翅、港式奶茶，試一試個港式奶茶先。